今次呢首歌叫《Social Path》啦，最後一次跳舞我都唔記得係幾時。今次《Social Path》呢首歌跳翻舞，我自己係相當之緊張嘅，因為我諗8年前跳咗一次之後咧，就冇再挑戰呢樣嘢，咁所以希望今日所有嘢都順利啦。咁今日有好大棚咧，有 dancer 啊，有所有嘢。咁啊，比起可能之前嘅 MV 嘅 budget 又唔同，咁所以希望所有嘢都會順利。失落，問我你是什麼？